当你发现家里的落魄租客竟是学校曾经的风云人物，你会怎么做？班长意外发现历晨就是那位广播部的前辈，十分懊悔自己之前的无理行为。幼玲因为没带课本，只能到走廊罚跪。同样没带书的西渡正准备起身，教爸将书扔给了西渡，自己主动到走廊罚跪。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他的女神幼玲。教爸可爱的言行也再次逗笑了幼玲。校爸发现幼玲脚踝有伤，立即向老师求情申请可以站着受罚。幼玲很感谢校爸的帮助，疑惑他怎么会没有课本。教爸害羞地说，重要的不是课本，而是能一起在走廊。班长邀约西渡中午一起吃饭，但其实西渡每周六都会来这里，为的就是能看幼玲一眼，哪怕只是这样远远的看着也感到很幸福了。班长将历晨就是他家租客的事告知了西渡，想到自己还和前辈顶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西渡宽慰他，历晨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。历晨带弟弟一起吃汉堡，弟弟却遇上了在学校霸凌他的人。历晨霸气走上前，一一扯下几人的名牌，警告他们再敢动他弟弟，就一定会让他们好看。西渡看着努力训练的幼玲，下定决心一定要进入国家队。这时一则特大新闻让几人都激动不已，原来是浪漫满屋漫画出了第12卷。幼玲立马冲向漫画屋，但却还是晚了一步。突然想起历晨在书店兼职，急速奔向书店。西渡也正赶往那边。西渡赶到书店，历晨无奈地说：“都租出去了。”西渡却看到书架上还剩一本，气愤地质问历晨。这时幼玲赶到书店，大型修罗场让历晨陷入两难，只好向幼玲解释，书店是会员制，所以只能将漫画给老会员西渡。西渡开心地飞起，幼玲不敢置信地看着得意忘形的西渡离开，崩溃不已。这个女孩的初恋竟是一辆跑车，气愤的幼玲直言她很讨厌西渡，让历晨也不要和她来往，毕竟历晨是她曾经的初恋。回想那段时光的历晨却说幼玲的初恋不是自己，而是那辆跑车，因为幼玲是在那之后才对自己改观的。闻言幼玲也没办法反驳。西渡正沉浸在漫画的世界，突然接到了教练的电话。第二天教练向众人宣布，西渡也将同幼玲一起参加国家队选拔赛。恭喜西渡是因为他的不放弃才等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西渡回家的时候看到有个大叔在打听历晨的下落，以为又是来讨债的人，立马冲去书店给历晨报信，让历晨躲在里面，他来帮他掩护。大叔没见到历晨，只能无奈离开。西渡将自己能参加国家队选拔的好消息告诉了历晨，历晨很为他感到高兴，也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很好。历晨看见门上留的信，急匆匆跑了出去。西渡听到动静，捡起信件，才知道自己帮了倒忙，也冲出去寻找历晨爸的身影。历晨在车站寻找，终于看到了父亲，拼命想让车停下来，却还是无能为力。绝望的时候，车突然停了下来，父子俩拥有了短暂的时光。历晨承诺一定会找回曾经的家，让一家人团聚。历晨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了在路边奔跑的西渡，连忙拉住他。看到他狼狈的模样，既担忧又气愤，西渡满是愧疚。得知历晨见到了父亲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个女孩在马路上狂奔了2个小时，拖鞋都跑断了，正苦恼不知该怎么回家。历晨选择用2人3足的方式搀扶着西渡回家，但毫无默契的2人并没能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。但这段奇妙的经历也让西渡印象深刻，忍不住将喜悦分享给素未谋面的网友。西渡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找到教练拜托他给自己制定更高强度的训练。有了压迫感的幼玲也跟随西渡的脚步开始训练，学姐却仗着自己是前辈，斥责幼玲竟敢私自夜间训练，还不停地用剑戳他。忍无可忍的西渡拦下了学姐，愤怒的学姐命令他们将地板都擦完才能走。幼玲斥责因为西渡的冲动害的事情变得更麻烦了，也根本看不起资质平庸的西渡。幼玲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西渡，西渡对幼玲感到十分失望，说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让幼玲自己留在这里擦地板。西渡想到之前为了幼玲做过的事，现在看来都似乎有些可笑了。去归还漫画时，历晨看出了他的心事，西渡希望历晨能说一句是幼玲做错了。看着满脸为难的历晨，想到自己一直站在历晨这边，但历晨却不能理解他的心情，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回到家，看着自己曾经给幼玲做的画册和简报，委屈的通通撕下扔进了垃圾桶。无助的西渡只能和网友倾诉，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却能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，西渡也终于得到了些许安慰。但这位网友竟就是西渡粉转黑的幼玲。看来这部剧是不需要男主了。屏幕前的你磕到了吗？